我跟这些老师们一起搭档的，就是来自乱弹阿翔的良心，我非常有信心，因为这一首歌我还蛮有把握的，而且我很喜欢这一首歌，也是我没有尝试过的风格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拿下胜利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请子红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。雅婷，今天这个你带你自己的 band 来哈，我觉得很有那个 power， 很有风格。其实我觉得你今天很好的一点是，不管你的对手怎么样，你都是把自己好好的表现出来，然后把你自己最好的一面、最轻松的那一面表现出来。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想看到的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就算你找了一个团来哦。就算这个歌哦，感觉是你的梦想哦，你今天不提早唱哦，万一没有唱到你就可惜了。在这么重要的时刻，还要顾理想吗？不顾成绩吗？然后今天呢，你唱这个歌，而且这个歌手啊，乱拿想啊，以前也是我帮他做策划制作的人，所以我非常清楚，唱这样的歌，其实很重要的是一种很纯粹的灵魂呢。这些歌哦，没有等于是你。唱那么多年了，酒吧唱那么多年了的一个缩影哦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是你从刚开始到现在唱的最好的一首歌，很棒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哇。